大家好，我係 Maggie， 我有好多見證分享，今日淨係講得救見證嘅分享。認識主耶穌並且依靠他係我一生中做得最啱嘅一件事，因為佢俾我真平安同埋真自由，俾我有永生嘅盼望。主教導我要點樣去知足常樂。小時候我爸爸因為病咗過身，所以媽媽咧一個人湊大我哋。屋企家庭嗰個環境係好貧窮，三餐不得溫飽。我好羨慕啲有錢嘅人啦，即係食乜想做乜都得。所以我下定決心咧，就長大後要努力揾錢。到咗我真係長大咗，我天天都去加班，加到深夜。而且冇好好照顧自己身體。喺我14年決志信主嘅時候，我依然咧係有呢種心態，唔滿足同埋唔開心。我經常咧都會問主，點解我嘅生活改變咗，但係我都依然咧係唔開心嘅。直至到咧18年嘅大年初一咧早上，我起身嘅時候，神就向我啟示，對我講：耶和華所賜嘅福，使人富足，並不加上憂慮。當時我冇乜點樣懷疑呢句經文嘅，但係咧就喺我腦海中咧就重複咗3次，我先至發覺原來主同我講說話。我因為冇好好讀經，所以咧對神嘅話語冇咁敏感。原來咧勤力讀經係有着數嘅。感謝神，令我咧明白到點解我會唔滿足唔開心，因為未認識神嘅時候係冇安全感嘅，心裏邊咧冇辦法滿足。只有認識神先至有平安同埋冇憂慮。我哋可以將一切憂慮交俾神。我而家懂得感恩，神俾我嘅每一日都係祝福。我要先求佢嘅國同佢嘅義，佢會為我預備一切所需嘅。我終於明白點樣先至可以開心滿足啦。我真係得救啦！而家我喺教會咧，會同弟兄姊妹一齊分享神嘅恩典同埋話語，同時領受牧者嘅教導，每日讀經做11奉獻，而且喺傳福音嘅事上，我都願意行出去傳揚福音，抽時間做義工，幫助有需要嘅人。咁樣我可以揾到滿足同埋喜樂，我覺得好有意義。聖經教導我哋要常常喜樂，不住禱告，凡事謝恩。我好開心，神俾我嘅應許係我一生中最美嘅祝福。感謝神，哈利路亞，榮耀歸俾天上嘅阿爸父。多謝大家，記得訂閱千物見證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同埋幫手分享、點讚，等更多人認識神。